經常有客戶問我屋企有幾多平方，咁到底要買幾多塊地板呢？今日就嚟同大家講清楚。第一步，唔好計片，要計盒。地板就好似梳打餅咁，係原盒賣嘅，每盒地板入邊都有固定嘅片數，可以鋪滿固定嘅平方尺。舉個例，假如一盒地板有6片，每一片可以鋪3個平方尺，咁一盒就可以鋪18個平方尺。你屋企需要450平方尺，咁好簡單，450除以18等於25盒。你需要買嘅就係呢25盒整數嘅地板。第二步非常之重要，一定要加碼預留損耗。你買嘅25盒係啱啱好鋪滿450尺嘅一個理論值，但實際鋪設嘅時候需要裁切，要對稱花紋，牆邊轉角都要處理，所以我哋必須要買多少少作為備用。如果係普通嘅直鋪，建議喺總基礎上預多10%。如果係而家流行嘅人字拼或者係魚骨拼，因為裁切更多，損耗會更大，我哋建議預多15%至20%。如果係450尺做直鋪，總用量咧係450尺，加上預留嘅10%，咁就等於495尺，再用呢495除以每一盒嘅18尺，最終你需要買嘅就係27.5盒。唔夠一盒就按一盒計，所以你要買28盒。最後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，呢啲預留嘅比例只係一個參考值，每家每戶嘅房型、格局都唔同。最可靠嘅方法一定係將平面圖 send 俾你嘅地板供應商，或者請師傅上門度尺，等佢哋俾個最精準嘅計算同建議你。如果仲有咩問題，歡迎留言提問。